关心老化嘛，爱关心弱势。台湾有公益协会为着照顾弱势团体，有28个对台湾北中南来大饭店也是餐厅的总铺师，因是同齐去家己的家会教养院，传青草的料理，煮予身心障碍者食。导致伫布棚内底无用传料，有人切菜，有人煮物件。为着要让身心障碍者会当食到亲像饭店的料理，台湾公益图书协会拜二在时啊，专工到嘉义县最上乡的家会教养院举办公益活动。我们来参与的时候是自己休假的时候来做嘛，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呢，在你的身心灵方面，整个会得到一个提升的作用。对，其实来这里做，我们上班也是这样子做，但是休假来做这些，但是你的意义不一样。为着要替教养院内底身心障碍者庆祝5月节，协会准备鲍鱼、鳗鱼等各种青草的食材。协会讲，希望活动唔但让身心障碍者食到好食的物件，嘛希望社会各界会当注意到教养院当日募款需要经费。我们会选用比较特殊的食材，那例如说像鲍鱼啊，然后龙虾啊，还有一些黑蒜头，让院中感受一下今天的一个关怀义主，其实在饭店。让他享受饭店的等级。目前为止，我们的外观已经好了，但是里面的设备还有这些装修都还没有用好。那今年我们也跟卫福部申请，公益劝募，有预计要募款760万。教养院表示，目前以来照顾到24位身心障碍者，因为空间无够，所以才想要来起新的院舍。不过受到近期甲疫情的影响，关注的情况其实无讲介好。因感谢台湾公益图书协会来挹注，互内底服务对象会当有一个无共的5月节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